上新的消息来看，这新的市长高虹安申请复职得到批准了后，让一等5个月，伫咧透早8点半左右是正式登去市府来上班。这个路车都互大量的媒体甲支持者来包围。高虹安嘛发表公开谈话，感谢代理市长辜新远带领市府继续来运作，咱赶紧做回来看。当然还是要非常的感谢我最亲爱的家人，因为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没有办法在外面表现出来的脆弱，是我的家人们一边要担心我，但是一边又要撑住我、接住我这一些不安的情绪。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家人在这段时间所承受的压力。好，那今天真的很多人来送我上班，对，希望就是大家今天都能够就是在这边能够感受到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大家对我的关心跟担心，能够在今天让大家放心。我回来上班了，希望大家都可以赶快回到岗位去工作，我们一起带着微笑来面对所有的一些逆境，也一起来为新竹市民的幸福而努力。在这边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市府团队大家继续为新竹打拼。我回来了，谢谢大家，谢谢。